洒的世界，无人袂懂。你记得吗？你记得吗？该秋天天春的西路，紧行紧冲过，该紧往西日头下，紧往西日，该紧往西日头下，愿你嘅歌，袂唔记得咯，袂唔记得咯，该梦想像染风的山头，行呀行。没事吧？你要不要紧啊？没事啊，你今天刚好是穷到上了。你很勇的呢，又没你让你抢东西是？你怎么该2-3度啊？阿敏，老师真的觉得你看起来不太对劲了。这样子，星期六我带你去医院看医生，好不好？我不要。古阿敏，老师，我只是吃太多东西想吐而已，睡一觉就好了。你再不听话，老师生气了。你叫我看医生，我就不要吐了。古阿敏，老师，对不起哦，阿明可能是因为想念爸爸，所以才没有礼貌。没关系，我知道。茶妹，你最近一定要帮我多注意古阿敏，如果他有任何不舒服的话，一定要告诉我，好不好？老师，那今天可不可以不要让他画图啊？我看他累了，想睡了。谢谢老师。阿咪，是3公斤陪你都来画画图呢。截止日就快到了，再不画会来不及。郭先生，基本一场分哦，是你有满意冇啊？做对了。哎，郭先生啊，家下人都有讲合作的事情咯。我希望讲做义务看人哋同人爸爸讲，我也当希望讲明年啊，我去茶厂，人哋同人茶农有安有机会他个来合作啦。好啊，无我再让老爸讲一声哈。嘿，张拜托。阿先哈。啊，林小姐，再见。哦，都唔简单呐。嗰啲讲合作嘅事情各结机会你嘛吼，呀，排当有一些熟悉啦。哎呦，喂，子啊，安是啊，本都做皮下。你客气咧，做对佬名门贵公子哦，穷下食饭哦，去人个讲样哦。阿爸，啊？你一定要讲生理，钱挨着出来做乜解啊？唔止讲生意哦，还有哦，帮你学分剧啊做。我妈师姐，来，你转头。阿叔，啊？我有话爱等托老你讲。有乜嘅事情做你唔家长讲嘛？啊？阿叔，做唔得啊！我一定爱聊下老你讲。姐，我们拜托一下，阿凤先同我送咗伊啦，好唔好？哦，好，冇问题。我呢個錯。阿叔，你用做係乜嘅意思？乜嘅意思？要侬男太當婚，女太當家啦。阿叔咁樣做，感覺有唔錯嘅啊？娘妹愛時間要交代我哋，就喊我要好好照顧喏。一下同小我安泰啦，檢查完家老公啦。阿叔同記者下特死啦吼，樹有托果，屋下又有錢，事業又做大。我同講，當到細妹啊，上菜搶哦，把握機會。阿叔，你喊乜嘅事態咧？你還老我安排相親？哎呦，
相亲又嘛无咯，佮自由恋爱吼，动都都蜜蜂，千里之山呐、阿叔安排样，样啊，无呀。总讲，婚姻大事应该本来自家决定，唔系本你来做主。唔过都係啱咗，我決定的事情哦，慢用做改變唔得。阿叔，你用做得按法，怎么该你做事情，总会用自家嘅想法，唔管配啥嘅想法，就连顾先生家下复合嘅事情也強用。什麼個面相啊？那你同史太人講法呀？所以，我講法不應該按太上，我一定愛老你講清楚，那件事情我冇辦法接受。都講嘛呀？我唔係顧殺場，我冇按好嘅脾氣老耐心，面對係冇合理嘅事情，我冇辦法原諒。你都講嘛？錯犯你啊！難睇古剎從來都係高雄啊！顧家嘅事情，確實按你理虧在先。你欺負顧先生，冇看清楚下游就強勢，就憑了點就引起東東人不滿。阿叔，你假使唔改變呢件事情，還擺為了自家樹立東東人輸人，對自家嘅名聲也唔好。我唔是來搞我樣嘅經營查錯，我也唔是來搞我樣嘅管理查弄。古剎從嘅事情，做乜樣決定，萬人求情都冇效。阿叔，所以我拍強啊！無菜樹托眼果啊，無欠身無欠做，你是托個別啦國去啊！很多講係唔錯，嗱，哎呦，我都恩將樹本啲啊唔啲，唔係啦，阿叔，我冇按用嘅意思。唔係人做乖乖聽話，你還有良心哦，就這樣意思，莫過講嘅，點啊？我老實同講啦，你年的家本相過嘅嗬，對人的查廠啊。盲人發展的計劃啊，其實有幫助啦。有件事情係咩快啲咯？係好過醞釀嘅呀，唔是按地上錯啦。阿叔，你用做得按樣做。阿叔一定講憲法，一定還有轉換嘅機會，一定愛說服佢。我係用辦了顧家交代，還有郭老師交代。茶妹，郭老师，哇，功课都做完了啊。对啊，老师，阿明因为今天不舒服，所以没写功课，你不会处罚他吧？不会啊，干嘛？这么担心弟弟被处罚啊？当然喽，我就这个弟弟嘛，当然要疼他喽。老师，已经很晚了，你要不要先回去啊？我今天留在这边陪你们啊，不欢迎啊。怎么会呢？我最喜欢老师来了。可是住我家可能没有那么舒服哦。我如果在意这个的话，就不会来了。说的也是，希望林老师也在就好了。你说什么？没有啦，我们都在猜呀。郭老师一定很喜欢林老师，对不对？小鬼头。我们啊都觉得你们俩很速配哎。老师，你们会不会结婚啊？哎，你怎么越讲越离谱啊？才不会呢！我爸爸之前也觉得你们两个很适合哎。老师，你们要是结婚了，我跟阿明可以当花童哎。你小鬼大，你不要再说了。哈，老师脸红了，老师会害羞哎。去洗澡睡觉了，快点。喂。喂，
事哦。如果他也在就好。妹，走。你没梳头，你没喊这边讲起来做走啊？已经唔会讲嘞。走，吃饭。什么呢？迄个个，介绍秋华先生啊，算计厉害哦。阿妹，你又来了，你就兄弟好好喊人的名哦。其算起来也系人的救命恩人呢。哎呦，我都准备对只伴奏为本期小爱洗梦记咧，哎呦，要对佢冇咩？阿妹，你唔会闹佢咯？哎呀，算了，哎，儿孙自有儿孙福，唔使管太多咧，管暗多，我就来介绍，你唔从事无嘛该无强用咯，哎呀，介绍秋华先生啊，都草本嘅，嗰只高智商比起来啊，已经是真好太多咧，算了，你料啥？欢喜，幸福，多好啦，阿妹，啊，什么呢哦？说什么爱啦？为什么介绍秋华先生，迄个表现得好，你今日来看啊，算计说得大得的啦，你下班钟，你拿去慰劳佢吧。佢开飞咧，过2年才要转来呢。不过你对同事表2年做忘期的吼，迄嘛会好咧，我先带伊好到本顾家2个生日食。好啊，我总爱问你咧，该2、3生日呢，你下用班日咧，你阿爸哦，人在外地啊，都等你爱，要注意那件事情咧。阿明哦，佢最近身体动气啦，时常使到你调做分体，下张想下阿妹有闲的时间就过去照顾佢条，看佢条好无？好啊，你有嘛该问题，那根本日就过去做饭分佢条食吼。阿妹，什么呢？阿明，你没有事吧？老师，你不用紧张啦，只是绑鞋带而已啊。关老师早。王老师早。乖，阿明，身体有较好点的嘛？根本就没事啊，你们不要大惊小怪嘛。先生会关心你，永远做得安用咯。还是哦，先生，今日你先走。小心一点哦。拜拜。关老师，我有话想问你。你跟学芬现在到底进展怎么样了？你在说什么啊？我说什么？
你应该心里比我更明白吧？我是不喜欢讲话拐弯抹角啦，那我就直说喽。我承认之前喜欢你，被你拒绝，我心里很不高兴。本小姐心胸没有那么狭隘，不会因为你不喜欢我就恨你。当然，我现在也交男朋友了，所以我也希望你们两个能够幸福快乐。翁老师，你是真的很会发挥同事爱哦。那是当然的。郭云天，我现在不跟你说笑了。我知道雪芬很喜欢你，但是她这个人个性呢，就是优柔寡断的，常常让身边的人替她捏一把冷汗。如果你也喜欢她的话，那就请你积极一点。你干嘛突然跟我说这个啊？反正这一年难尽啦，我是当你是朋友才跟你说这些的，你要加把劲。我是真的希望你跟雪芬两个人能够有情人终成眷属，千万不要让我跟马健失望，加油！郭老师怎么了？你去上班公司，你还无出手，伊听我妈会讲哦。对啦，总嘛甲因为大暗都担心啦，嘛个身体毛嘛个事。顾阿妹，顾阿妹，林志峰，你作文你必敢用诶，我老师讲同好。杭州得啦，不过我吃到同好呢。真应该哦，给你发嘛该啊。我是无老公好你啦。林志峰，我按用啦。到时节唔做啲嘢啊，电图拿转来，来今天本唔看嘅啦。真应该，给从这里讲个名一下无？假使有嘅话，来今天叫你名啦。一天我有个啦。喂，下个恁讲哪意思啦？唔好啦，大摆都是那东西。乜影響 Andy 係好朋友啊？先生媽講唔身體唔好，要多食點東西，才有體力啊。什么你？上課咧，Andy 去上課吼。我知道雪芬很喜欢你，但是她这个人个性呢，就是优柔寡断的，常常让身边的人替她捏一把冷汗。如果你也喜欢她的话，那就请你积极一点。林老师，郭老师，早上没课啊？郭老师，我昨天跟我叔叔说了，很抱歉，好像没什么作用。其实我猜到了，因为以你的个性哦，如果起了什么作用的话，你现在应该不会是这个表情。你倒是很了解我。我在想，如果你要说服你叔叔的话，可能要慢慢来，越急他可能会越反感。谢谢你，愿意体谅我的立场。很多人总觉得我生长在这样的环境里，想做什么就可以随心所欲。事实上，我常觉得我有这样的背景是一种悲哀。这一切并不是我想要的，但是我却没有选择的余地。对不起，我好像说多了，胡言乱语的，希望你不要在意。我想你是对古家的姐弟感到很自责吧？与其现在这边叹气，不如我们多帮帮他们。像现在啊，古先生不在他们身边，就是我们可以帮助他们的最好时候。我今天跟他们约了烤肉，你有没有兴趣一起来？好啊，不过我先回家一趟。那好，放学后1个钟头，我们就约个地方见，然后买点东西一起过去。嗯。哎，小庄，哎，怎么样？对啊，好久不见。我人不在台北了。还蛮忙的。好。哎，好了，
我现在在忙，有机会再跟你讲啊。好，拜拜。农场哦，虽然冇讲啊，清太严啦，也唔过做水嘅茶米吼，只有一点。哈，哎，那我里面泡茶了。哦。主任，你怎么解伫了位啊？歹势，等我一下啊。哎，我哦，迄名管耶稣，伊有事情要出去咧。伊讲哦，今日无出啦啊，兼对顾先生啊招呼无好，我哦带顾先生哦，先来了解一下茶厂嘅情形啦。顺便吼，同你亮啥加油。乜解啊？有嘛好奇怪喏？耶稣没同你讲清楚咯。爱。好，莫你呀爱哦，反正吼，下摆吼，我给每年个红包吼，我数定嘞。你赚来嘟好，哥哥，去骗你郭先生啦。我根本个任务算圆满嘞。主任，我等下还有事情。有嘛个事情哦？比你呀去改幸福更重要哎，错唔错？主任，你做唔得按样讲啊？就两啥子我条条讲唔爱话啦。冇啦，冇讲嘛嘅啦。我两头在想哦，以下要先来吃饭啦。主任。那差不多吃饭了哈。啊，都是人已经有点要嘞。哦，你两嫂去吃饭哦。我都冇要夹到你两嫂嘅中间啦，做天火球啦啊。主任，唔讲爱。哥哥，几碗饭啦？放心，子凤哦，我会同你看定啦，哦，唔使担心，加去啊。主任，请你们好勉强爱好冇？讲嘛去饭哦，我勉强你，也系耶稣交代呢，我照佢意思做啊。会不会是他听错，直接去补家了？你还有忙耶？你也忍。医院都习惯你啦，还咪咪用票按样给你，我想用飞，我爱老叻做你强下。我们老郭老师联络到。结账。明白？我爱保险。好。郭先生，要带女朋友出去了？算起啦。有钱就按用，听完女朋友啊。你要无人食？你莫再来讲对吧？冇必要老你讲。人家说的报告我拢啥状况的嘛？你唔是讲还了解，专门搞伊了。哇，当像你嘅过年，当澎湃呢。嘿啊，妹妹都会煮菜哦。啊，来，开始吃饭喽！来来，吃。哦，来，阿妹。什么你？阿明来。阿明，你我嘛该啊？菜啊，要少少装好食咯，开始啦啊！唔知阿爸了下又爱向嘅饭菜好什么？阿咪啊，你阿用娘姐姐也是唔落饭嘞。你放心啦，了下我爸爸打算老林重组协议，爱将产业买转来嘅事情。啊，迄讲两件事情哦，成功嘅话，让爸爸就直接转来啦。
就系啊，你俩啥？哎呦呀，这个嘞，也无一直到啊，也要担心哦。难得啦，阿姨来煮饭哦。不爱一个面子啦，搞搞事啦，好冇？好，好，好。不错嘞，来，来，你们怎么来了？胡老师，当然是来给小朋友做饭菜啦。哇，你还说要烤肉哦？等你来哦，生好了火呀，烤熟了肉，小朋友都饿坏了。不好意思啊，刚刚事情耽搁。没关系啦，老师，我们下一次一样可以烤肉啊。就是啊，这些东西我们先收起来，下一次我们再找多一点人，就当出去郊游啊。赞成。那可不可以找林志宏还有林老师一起来啊？再说吧。好香啊，饿了。老师，我帮你添饭。坐我旁边。哎呀，慢点啦，去东海煮的饭菜呀，都是买苗啊。哦，差不多加班班的利润。啊，个合约了嘛，先签下约的啦，无问题的啦，先上先啦。下把油嘛，几天要答应的啦。好啊，无啥人讲啦哈，哦，上几天。咋无些菜毛的嘛？唐宁讲天发，爱出包嘞。高先生，我老你出来，出去有发向老你讲。等下。喂？无啦，等下食饭啦。我真爱打球啊。好啊。从买球场当问题嘛，俺恁讲吼，唔讲球场还是恁打。哎呀，打球按嘛，用打一张爱呢。就安样。王子、老公主，过得快快乐乐嘅神花。爸妹，虽然你係個老故事，還講本愛聽，唔當好呢。哎呦，愛本來就當好啊。係阿妹菜，幾天會老你強用。哎呦，跳前上班阿爸，你哈就翻上阿妹哦。安样啦，可是你莫嫌棄愛，就老愛當作你阿妹看台。今晡日我就陪你呢條睡夢，好冇？姐，你要再講個故事本愛聽哦。好啊，你想聽我就講啦。跳前啦。你要講一個愛冇聽過嘅故事啊？你到底怎麼了？看你晚上心情不是很好的樣子，而且一講到雪芬。整個人就沉了下來。吵架啦？沒有。明明就一臉有問題的樣子，還說沒有。到底怎麼了？你說出來，說不定我可以幫你解決啊。我們就是同事關係啊，有什麼解決不解決的啊？郭雲天，我不是跟你說過了嗎？我跟你講的話，你根本沒有聽進去哎。我跟你說了要積極一點，你理都不理我。這是攸關你的幸福哎！她已經有男朋友了啦，以後我積極什麼？麻煩請你們以後不要再幫我亂點鴛鴦譜了，好不好？到此為止吧。雪芬結男朋友？喂，你還來做乜㗎？假使你很愛唐寧講天發，該懂事理。我還有懂多事情愛無限，我唔放屁咧。你人來做乜嘅？講起同天發不能辦係嘛？從你問到了哈，你唔止講其他同天發咧，你已經講其他點鐘咧。高先生，我實在冇辦法與你目中無人、狂風刺太嘅態度咧。你還無法度完，該以後呢？乜該以後？你唔是叫我該請過你啦？人家說你結婚啊，你兩啥結婚的事情，你不會唔知嘅嘛？乜該？哼，看你這傷都意講，我加上人家說講脾氣好，我來多了解你。
无吼，俺阮可能让唔出来失婚啦。平后卡成婚，啊两后卡做个查窗哦，倒个迄啦，无长后卡你也加啦，啊敢有必要论结婚迄嘛？你讲该清对，你可是没必要老爱结婚，因为俺也无中意你，叫我吃太干男人。我根本你老你出来，就会爱老你讲，俺也非常反对暗用该婚姻，因为俺绝对唔会中意你暗用该男人。俺心中就有中意该你呢，俺目前冇办法用下配该男人，你知冇？无讲应该，我做抢命的嘛，你唔知嘛爱幸福的啊？那敢会爱生存个价值？我除了高中，咱将每到生日来结婚。我说，你都在安样对我。也许是我自己太一厢情愿了，这样也好，知道了真相，才能快点对你死心。你老顾老师係唔係問緊毛病呀？你用唔愛用問？我就看到顧老師去動奇觀呢。你都三不見面呢？啲顧阿面結婚下，我本來留到你回來，結果人家冇來。因為呢，顧老師希望請你講下來啊。也講來發聰，有閒張老你講。好消息呀！那个美术比赛成绩揭晓嘞。主任，成绩怎么样？6年级的佳作，5年级呢得第3名，4年级林志华得了第2名哎。哇，这大概是本校历年来成绩最好的一次哦。这也是了。哎，等一下啊，我们大家一起到校长室去，因为校长啊要颁奖给那些得奖同学啊。好。龚老师，恭喜你。谢谢。这回呢是本校参加校外比赛成绩最好的一次，团体呢拿到第4，林志宏还拿到第2，真的很不简单。我早就知道林志宏是最有资格参加比赛的一位，还好是派他去呀。要是派别人去的话，搞不好还没那么好的成绩呢。林志宏啊，校长对你这个话
非常感兴趣。你们的题目呢是最感动的事，你画的是什么？我画林志华，你这次的画风跟以前有点不大一样哈。你这么画好像有点抽象哈。主任，你也未免太老古板了吧？这样子你还看不懂啊？你看得懂？你们都看得懂？啊？那郭老师，麻烦你给我解释一下，林志宏他画的是什么意思啊？虽然林志宏没有告诉我他这次图画的内容，可是从图画中看得出来，他要表达最感动的事情应该是友谊。这张图画画的是2只手在交换物品，虽然构图很简单，可是感觉得到温暖。这张画不是以华丽取胜，可是可以让人感受到作者的用心。我相信这是为什么会受到评审青睐的原因。志宏，你想要表现的是友谊吗？郭老师啊，你真的不愧是学美术的啊！经过你这么一解释啊，我真的是感觉这幅画充满了温暖啊！哎，主任，你去准备一下，这个下周一周会的时候，要好好的表扬一下参赛的同学。是，我会准备的。那我们就先离开吧。郭老师啊，你留下来，我有话要跟你说。那主任你去忙你的。好。校长有什么事吗？啊，来，请坐。郭老师啊，之前呢有不尽你意的事情啊，希望你多谅解。校长，您是指当初投票选出选手去参加比赛的事吗？我也有我的为难呐，不过我肯定你的眼光。这回如果是换一个人去参加比赛的话，我相信成绩也一定是不同凡响。不过在社会上呢，做事难，做人呢更难。我希望你能体谅我的立场，但是我更希望这一切能以和为贵。校长，这我懂。其实我当时对这件事情的确很耿耿于怀，可是事情过了，我也就不放在心上了。那就好，郭老师，谢谢你。林志凤，你发紧考还有黑烟草？林志凤，你阿两个书喜唔喜老阿明嘅啊？顾阿明，你看我发得好冇啊？很好啊，听来一定发不出来。你怎唔会发唔出来咧？你发到边个好，你一定发得出来嘅啦。顾阿明，什么来这么改啊？有去黑下早唔是上完球就发出来咧。古说怎会得奖？你看，你中中咧。中中诶，下都咪对高分发比赛个中中，名还要同分去诶。唔用做题讲2种法，给我大兵得1种啊。你看，连林志凤都得到咧，给啊我继续加油得1种啊。本眼看，要本眼白看咯。错啊，没有要发送标，顾老师买老人家发送出去比赛啊。我知啊，不过我当班长应该时间都冬天，想唔出来发么改啊？你总唔得按用啦，顾老师讲发图要一直练习的。你看，连林志凤都爱用讲咧。顾阿明，我糖人家发，顾说东大兵，日下唔爱糖人家发，你给老土发出来，要加油哦。大哥哥，我做得应系死叫诶。他昨天有打电话给我，他是不是要告诉我，他不能赴约？也许他不是有心爽约，可是他有男朋友的事没有告诉我，这还有什么好说的呢？你讲嘛解？顾老师
讲我有男朋友，今仔用公家啊？今仔飞堂来啊？唔管机场哪边堂咯，雪芬，你来讲，迄唔迄正经有两件事？当然冇。今年你对一家人老高去上一次班，应该无其他目的吼。你弟？今年我本来想要留你们亲属的，不过就本来妈妈冻好来咧。哎，两件事我无老顾老师讲哦。今年里头看起来同兄弟相亲，不过也无得到哪一件事，也还唔管拢传拍嘅哦。今年可是迄相亲。哈？我已经老阿叔讲，我们终于改嫁你，我要老改嫁你变面嘞。你还天气注意哦。啊，该唔系郭老师看到吴飞嘞？我唔知。哎呦，唔管系唔系人用，你就应该夹夹老郭老师解释啊。你爱的哦，了种乌飞哦，喺情人之间最大嘅寺庙上，你就应该要做好个危机处理。唔过嘛该，哦，眼睛要俾你看死呢。雪芬，你到底有中意郭老师吗？你老高是上初一嘅时节，系唔系佢嘅性感度就你上郭老师？你系唔系同在意郭老师用乌飞就冇爱缠你呢？假使讲，我讲错一点，就表示你老郭老师的感情，老一般嘅人冇共用嘅。唔思考你咧，我已经教你崩盘咧，你仲系爸爸也系幸福啊？嗯？迄个课什么你？莫讲咧，夹夹去啊，夹去哈。真嘅讲嘛，还人教你用去谈恋爱哦。实在哦，雪芬老过身上哦，熊草，老有咩关系咯？还要人去跳街，其实连藏书哦，你迄高木主任呢，唔系教我去管家呢。雪芬讲，伊有亲中意嘅人，迄嘛啥？你都无同伊讲过咧。哎，雪芬啊！郭老师，有事吗？昨天我失约的事情，我很抱歉。其实我刚刚才看到我的手机啊，有很多未贴来电是你打的。我想是你昨天要告诉我说你不能去吧？是我自己忘了手机，不是你的错，你不用道歉。哦，搞了半天，他来找郭老师哦。诶，他们两个人讲什么？如果没有什么事的话，我就先走。等一下，你怎么了？为什么今天对我这么冷漠？既然你没有为我失约的事情生气，那就是为了别的事情不高兴，对不对？我没有在生你的气，我在生我自己的气。我在气我自己，为什么事实摆在眼前，我才会发现自己是一厢情愿。你说什么？你既然有男朋友，你可以早点跟我说嘛，这样我也不会去困扰你啊。男朋友？你搞错了吧？我昨天亲眼看到了，你没有必要瞒我。你不是坐在他车上吗？那昨天那个是？林老师，你没有必要为了保留我的颜面，继续说一些善意的谎言了。我的确是很喜欢你，可是那并不代表我喜欢你欺骗我。如果你有很好的归宿，我也会祝福你啊。郭老师，明天见。怎么会这样啊？
阿姊，我上岛我去放马街咧。你唔好骗我啦！你听啊，还冇想一啲了位，怎会安样讲？迄正经嘅啦，阿姊，我正经上岛我去放马街咧啊！你老郭老师讲过了，你真经的有味咧。给你解释清楚嘛。我记非，韩国，会讲讲的目的是个必要咧。林世芬，你到底在边马街鬼啊？一杯酒出送一送我，木质的楼。先生，你到底有咩嘢？虽然佢到你嘅梦想啊，今日路途吼，你遐样歇屈哦，向因离遐个状况吼，唔免讲吼，真乐观吼，伊最后吼，请假不下人吼，还个得来。阿条你还当那联络嘞？生别离多，你若是山天。